如果將世界上最黑暗、最絕望嘅地方集結埋一齊，嗰度絕對唔係地獄，而係人類親手建造嘅監獄。今日我就帶大家盤點世界史上最殘酷、最絕望嘅10大監獄，睇下人類嘅邪惡到底可以去到幾咁深不可測。首先要講嘅第10名係位於美國科羅拉多州嘅 ADX 佛羅倫薩超級監獄，呢度被外界稱為洛基山脈下嘅地獄，亦係全美國安全級別最高嘅聯邦監獄，專門收容最危險嘅恐怖分子、黑幫教父同埋連環殺手。同其他充滿喧囂同暴力嘅監獄唔同，呢度最殘酷嘅地方係一種近乎窒息嘅絕對孤立。全監獄大約有400多名囚犯，每個人都被關喺一個由厚重混凝土打造嘅單人牢房入面，每日有足足23個鐘頭都要獨自待喺呢個幾十尺嘅空間。牢房入面嘅床、台、凳，甚至連留守盤同廁所，全部都係用水泥澆築成型，堅硬而且冰冷。牢房嘅窗戶只有4吋闊，而且角度經過精心設計，囚犯只可以睇到一小塊天空，完全睇唔到地面或者任何建築物。目的係要徹底摧毀佢哋嘅空間感。喺呢度，囚犯之間完全無法交流，連放風嘅1個鐘頭都只係被帶到一個好似乾涸游泳池咁嘅混凝土深坑入面獨自踱步。好多喺呢度服刑嘅人喺經歷咗幾年甚至幾十年嘅絕對沉默之後，精神系統會徹底崩潰，出現嚴重的幻覺同自殘傾向。有退役嘅獄警曾經講過，呢度唔係用嚟懲罰肉體，而係用時間同孤獨將一個活生生嘅靈魂一步一步咁磨成灰燼。第9名係位於俄羅斯同哈薩克邊境附近嘅黑海豚監獄，呢度係俄羅斯最古老嘅監獄之一，正式名稱係第6號聯邦刑罰執行處。而佢之所以叫黑海豚，係因為囚犯喺門口用烏黑嘅水泥雕塑咗一條黑海豚雕像。呢度關押咗大約700名全俄羅斯最兇殘嘅罪犯，包括食人魔、恐怖分子同埋殺害過多名受害者嘅連環殺人犯。佢哋所犯下嘅罪行加埋，奪走咗幾千條人命。喺黑海豚監獄，管理嘅嚴苛程度簡直令人髮指。囚犯由被送入嚟嘅第一天開始，就意味住永遠失去咗作為人類嘅自由動作。每當囚犯要離開牢房嘅時候，佢哋必須彎腰90度，雙手喺背後被緊緊鎖上手扣。手肘要抬到高過背部，以一種極其痛苦同屈辱嘅姿態行走。如果要在監獄嘅戶外區域移動，囚犯更加會被戴上厚重嘅無眼布，確保佢哋完全無法掌握監獄內部的任何地形或者結構。牢房入面24鐘頭開住強烈嘅燈光，角落裝有幾百個無死角嘅監控鏡頭，獄警每隔15分鐘就會巡視一次。由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嘅10幾個鐘頭入面，囚犯絕對唔可以喺床上坐或者躺下，只能夠喺狹窄嘅牢房入面企喺度或者坐喺硬凳上。喺呢度沒有任何更生嘅可能，只有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嘅機械式折磨，直到生命嘅終點。第8名係位於泰國嘅曼谷中央監獄，亦即係喺國際上臭名昭著嘅邦廣監獄。呢座監獄喺1931年建成，原本設計容量只有幾千人，但喺最擁擠嘅時期，竟然關押咗超過8000名囚犯。喺邦廣監獄，最令人恐懼嘅係佢哋長久以來實行嘅死囚腳鐐制度。喺過去嘅幾十年入面，所有被判處死刑嘅囚犯喺入獄嘅第一天起，雙腳就會被焊上重達4至5公斤嘅鐵腳鐐。呢種鐵鏈唔係用鎖頭鎖住，而係由鐵匠直接喺囚犯嘅腳踝上用錘子將鐵環砸死、焊死。呢啲腳鐐會伴隨住囚犯，直到佢哋被執行槍決或者毒針注射嘅那一刻，連洗澡、瞓覺同去廁所都唔可以取下。好多囚犯嘅腳踝因為長期摩擦而潰爛發炎，甚至露出骨頭。監獄入面嘅衛生條件極度惡劣，喺泰國酷熱潮濕嘅氣候下，幾十個人擠喺空氣不流通嘅牢房入面，皮膚病、肺結核同疥瘡喺囚犯之間肆虐。監獄每日只提供一碗混雜住昆蟲同沙石嘅劣質米飯同稀湯。如果囚犯冇外界家人嘅金錢資助，喺入面根本連基本嘅營養同乾淨飲用水都分唔到。呢度被好多西方遊客稱為曼谷希爾頓，但對於身處其中嘅囚犯嚟講，呢度係一座活生生嘅肉體煉獄。第7名係位於委內瑞拉嘅薩巴內塔監獄。如果話前幾座監獄嘅殘酷係來自於獄警嘅嚴酷管理，咁薩巴內塔監獄嘅殘酷就係來自於完全嘅無政府狀態。呢座監獄原本設計容納1500人，但實際關押人數一度超過2500人，甚至喺最誇張嘅時期擠滿咗幾千名黑幫分子。由於政府腐敗同監獄資源極度匱乏，獄警根本唔敢深入監獄內部，整座監獄嘅實際控制權完全落入咗幾個大型毒品黑幫嘅首領手中。
喺呢度，槍支、手榴彈、刀具甚至重型武器喺監獄入面到處可見。黑幫之間為了爭奪領地同毒品買賣嘅控制權，經常爆發規模巨大嘅槍戰。1994年，監獄內爆發咗一場震撼世界嘅黑幫大屠殺，不同派系嘅囚犯喺牢房入面互相砍殺同放火焚燒，最終導致超過150名囚犯喺一夜之間死亡，好多人甚至被活活燒死或者斬首。喺薩巴內塔，沒有財力同背景嘅普通囚犯生活喺食物鏈嘅最底層，幾十個人被強行塞入狹小嘅單人牢房入面，連瞓覺都要輪流躺下，其他人只能夠喺牆角企住。如果患上重病，喺呢度根本唔會有任何醫療救治，大家只能夠眼睜睜睇住同房嘅人喺發高燒或者傷口感染中痛苦抽搐，最終喺狹窄嘅空間入面坐等死亡，直到屍體發臭發爛，先會被扔出牢房之外。第6名係位於敘利亞沙漠深處嘅塔德摩爾監獄。呢座監獄喺20世紀30年代由法國殖民者建造，後來成為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用嚟關押同殘害政治異見人士、宗教人士嘅秘密屠殺場。塔德摩爾喺阿拉伯語入面嘅意思係棕櫚樹，但對於敘利亞人嚟講，呢個名字代表住絕對嘅恐怖同死亡。喺這座監獄入面，任何人性嘅光輝都被徹底抹殺。獄警被賦予咗無限嘅權力，可以隨意對囚犯進行各種殘忍嘅酷刑，包括將囚犯塞入廢棄嘅汽車輪胎入面進行猛烈毆打，用電擊棒折磨敏感部位，或者將囚犯吊喺半空中幾天幾夜。1980年6月27日，喺一次針對前總統嘅暗殺未遂事件發生後，政府派遣咗精銳部隊，乘坐直升機降落喺塔德摩爾監獄，喺短短幾個鐘頭入面，對牢房入面嘅囚犯進行咗無差別嘅血腥大屠殺。據估計有超過1000名無辜嘅囚犯喺嗰一日被集中槍殺。喺呢度服刑嘅人被嚴格禁止互相說話，甚至連眼神交流都被視為違規。只要睇一眼獄警，就會遭到一頓致命嘅暴打。好多喺塔德摩爾幸存落嚟嘅人回憶，嗰度嘅空氣入面永遠彌漫住一股濃烈嘅血腥味同腐肉味，係一座名副其實嘅沙漠白骨場。第5名係位於土耳其東部的迪亞巴克爾監獄。呢座監獄喺1980年土耳其爆發軍事政變之後，成為咗軍政府用嚟鎮壓庫爾德人同政治犯嘅酷刑集中營。喺1980年代初期嘅短短幾年時間入面，迪亞巴克爾監獄經歷咗一段被稱為黑暗歲月嘅時期。軍方派出咗極度殘暴的軍官管理監獄，對囚犯實施咗系統化、制度化嘅身心摧殘。喺呢度，酷刑唔係偶然發生，而係每日嘅日常例行公事。囚犯被強迫喺充滿糞便同污水的池入面浸泡幾小時，被訓練有素嘅軍犬隨意撕咬，甚至被強迫食用各種不可描述嘅污穢之物。獄警會用鐵棍同木棒將囚犯打到骨折，然後將佢哋扔進冰冷嘅單人牢房入面自生自滅。更加殘忍嘅係精神上嘅侮辱，獄警會迫使囚犯向軍事標語敬禮、唱軍歌。如果有人唱錯一個音節，就會遭到幾個人嘅圍毆。喺那幾年入面，有數以百計嘅囚犯喺酷刑中被折磨致死，或者因為不堪重負而選擇自殺。迪亞巴克爾監獄嘅殘暴，不僅僅係對肉體嘅傷害，更係對一個民族同人性尊嚴嘅徹底摧毀，成為咗土耳其現代史上最難以抹平嘅血淚傷痕。第4名係位於非洲盧旺達嘅基達拉馬監獄。如果講到 overcrowding， 即係擁擠嘅極致，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座監獄可以同基達拉馬相比。呢座監獄原本嘅設計只係用嚟容納大約400名普通罪犯，但喺1994年盧旺達爆發震撼全球嘅大屠殺之後，數以萬計嘅嫌疑人被源源不絕咁送入呢度。喺最瘋狂嘅時期，呢座原本只能住400人嘅監獄，竟然硬生生擠入咗超過7000甚至近8000名囚犯。這意味住喺監獄嘅露天露台同狹小牢房入面，平均每平方米嘅土地上就站立住3至4個人。你可以想象下呢種擁擠程度，代表住所有囚犯完全冇空間坐落嚟，更加唔好講躺下瞓覺。數千人只能夠日夜肩貼肩咁企喺度，踩喺充滿泥濘、糞便同尿液嘅地面上。由於長期無法坐下同洗澡，囚犯嘅雙腳喺污濁嘅液體入面浸泡過久，開始嚴重潰爛同發炎，甚至患上極度恐怖嘅壞疽。好多囚犯嘅腳趾同腳掌喺活生生嘅情況下腐爛掉落，最終不得不進行截肢。更令人絕望嘅係，由於牢房入面極度擁擠同缺乏空氣，當有人身患重病或者因為敗血症而死亡嘅時候，佢嘅屍體根本冇空間跌落地面，
只能夠繼續被周圍密密麻麻嘅人牆卡住，以企立嘅姿態夾喺人群入面，直到幾天後，獄警清理屍體。喺呢度，疾病、飢餓同極度擁擠，每日都在奪走幾十條人命。基達拉馬監獄被人權組織稱為地球上最接近人間地獄嘅地方。第3名係位於南美洲法屬圭亞那嘅魔鬼島監獄。呢座監獄喺19世紀中葉由法國皇帝拿破崙3世下令建立，一直運作到2020世紀50年代。喺接近100年嘅歷史入面，有超過8萬名法國罪犯同政治犯被流放到呢個遠離本土嘅孤島之上。魔鬼島位於熱帶雨林區域，氣候極度潮濕炎熱，而且周圍被洶湧嘅海浪同成群嘅食人鯊包圍，幾乎完全封死咗任何逃跑嘅可能性。囚犯被送上島之後，要喺酷熱嘅太陽下進行極其繁重嘅體力勞動，包括砍伐原始森林、開採石塊同興建鐵路。監獄入面，瘧疾、黃熱病同痢疾等熱帶傳染病橫行，而管理人員對囚犯嘅生命視如草芥，提供的食物只有發霉嘅硬餅乾同裝水。囚犯如果稍微有反抗或者工作不力，就會被關入完全漆黑嘅地下禁閉室，喺嗰度連基本嘅光線都睇唔到。喺被流放嘅8萬幾人入面，有超過70%嘅人因為疾病、飢餓、酷刑或者過度勞累，喺短短幾年入面死喺島上。成功服滿刑期返回法國嘅人寥寥無幾。魔鬼島用佢最原始、最殘酷嘅自然環境同非人折磨，成為咗19至20世紀世界監獄史上最令人聞風喪膽嘅代名詞。第2名係位於朝鮮嘅22號政治犯收容所，亦即係外界所講嘅回寧集中營。呢度係一座封閉式嘅秘密集中營，佔地面積巨大，周圍環繞住高壓電網、地雷區同嚴密嘅哨塔。喺呢度關押住大約5萬名被視為對政權不忠嘅政治犯以及佢哋嘅家屬。喺呢度實行嘅係極度殘酷嘅連坐制度。一個人被定罪，往往意味住佢嘅父母、配偶同子女，甚至連剛出生的嬰兒都會被一齊捉進集中營，承受終身的監禁。喺22號營，囚犯唔被視為人類，而係被稱為奴隸或者畜生。佢哋每日要在極度飢餓嘅狀態下進行長達16至18個鐘頭嘅重體力勞動，包括喺危險嘅礦井入面掘煤，喺山區伐木或者從事繁重嘅農業生產。由於每日配給嘅食物只有極少量的玉米粒，好多囚犯因為嚴重營養不良而骨瘦如柴，甚至被逼捕食老鼠、蛇或者樹皮嚟維持生命。更加恐怖嘅係，根據多名逃離朝鮮嘅前獄警同幸存者透露，集中營入面甚至設有秘密嘅化學武器實驗室，部分囚犯被用作活體人體實驗，測試致命毒氣同化學藥劑嘅效果。喺呢度，生命比草芥仲要廉價，幾代人喺高牆內出生，受折磨，最後無聲無息咁死去，被掩埋喺荒山野嶺之中。最後，我哋嚟到今天盤點嘅第1名，呢度唔單止具備咗前面所有監獄嘅擁擠、飢餓、酷刑同死亡，更加恐怖嘅係，佢係一處徹底系統化咁剝奪女性尊嚴嘅邪惡之地。呢度就係位於朝鮮嘅12號集治所，亦即係外界所熟知嘅炸村集治所，以及專門關押女性脫北者同政治犯嘅秘密女囚營。當一個女性因為逃離家鄉被找回，或者因為政治原因被送入呢度嘅那一刻起，佢身為女性嘅一切尊嚴同權利就會喺入口處被徹徹底底咁粉碎。喺呢度，監獄嘅管理者開創咗一套專門針對女性生理同心理特徵嘅酷刑同辱虐手段。首先，所有新到嘅女性囚犯喺進入牢房之前，必須接受極具屈辱性嘅搜身檢查。獄警會以防止囚犯私藏金錢或者金飾為借口，強迫所有女性喺眾目睽睽之下脫光衣服，進行極其粗暴同具有侵犯性嘅身體內部搜查。更令人髮指嘅係，呢種搜查往往由男性獄警或者喺男性管理人員嘅注視下進行，故意用最污穢嘅語言對女性嘅身體進行嘲弄同辱罵，喺第一天就將佢哋嘅恥辱感同尊嚴摧毀殆盡。喺牢房內部，女性囚犯嘅生活條件比地獄仲要惡劣，幾十個女人被關喺幾十尺嘅狹小空間入面，由於嚴重缺乏基本嘅衛生設施，呢度完全唔會提供任何衛生巾或者生理用品。當女性遇到生理期嘅時候，佢哋只能夠任由經血流淌，或者被迫撕下自己身上僅有嘅破爛衣服嚟使用，導致嚴重嘅婦科感染同潰爛。喺酷熱嘅夏天，狹小嘅牢房入面散發住濃烈嘅血腥味同汗臭味。
而獄警甚至會將呢種生理現象作為懲罰嘅手段，故意拒絕提供清洗嘅乾淨水，讓女性囚犯喺極度骯髒同屈辱嘅環境入面受盡折磨。更殘忍嘅係針對孕婦嘅暴行。喺呢度，如果發現有女性囚犯入獄時已經懷有身孕，或者喺獄中被管理人員侵犯而懷孕，監獄當局會認定呢啲胎兒係不純潔嘅血統，從而實施極度殘酷嘅強制墮胎。監獄入面嘅醫官會喺沒有任何麻醉藥物嘅情況下，用最原始、粗暴嘅工具對孕婦進行強制手術，甚至會強迫孕婦進行劇烈嘅重體力勞動，例如背負幾十公斤重嘅石塊爬山，或者由幾個人重重踢踏孕婦嘅腹部，直至胎兒流產。如果幸存嘅嬰兒喺獄中出生，管理人員亦會當住母親嘅面，將剛出生的嬰兒扔進廢物桶或者活活捏死。這種對母性同女性尊嚴嘅毀滅性打擊，讓無數身處其中嘅女性精神徹底崩潰。除了生理上嘅折磨，女性囚犯喺呢度仲要承受無休止嘅性剝削同體罰。男性獄警擁有絕對嘅生死大權，佢哋可以隨意喺深夜將任何女性囚犯叫出牢房進行侵犯。如果女性敢有任何反抗，等待佢哋嘅就係更嚴酷嘅酷刑，或者被關入連站立都做唔到嘅地下水牢，喺冰冷嘅污水入面被折磨致死。喺每日嘅勞動中，女性囚犯被要求同男性一樣從事開採礦石、搬運重物等超負荷嘅體力勞動。好多人因為長期營養不良同過度勞累，閉經、骨折、子宮脫垂，喺20多歲、30多歲嘅年紀，身體就已經衰老得好似70、80歲嘅老人家一樣。喺這座徹底剝奪女性尊嚴嘅監獄入面，女性不再被視為母親、妻子或者女兒，甚至不再被視為一個獨立嘅人類個體。佢哋嘅生理特徵被轉化為折磨佢哋嘅武器，佢哋嘅恥辱感被用作控制佢哋嘅枷鎖。好多喺呢度服刑嘅女性喺經歷咗種種無法想象嘅屈辱之後，雙眼變得完全空洞，失去了所有嘅喜怒哀樂，只剩下一個機械式呼吸嘅軀殼，喺狹窄嘅牢房同繁重嘅勞動場上，默默等待住死亡嘅解脫。呢10座位於世界不同角落、跨越不同年代嘅監獄，好似10面冰冷嘅鏡子，照出咗人類喺失去制度、約束同人性良知之後，可以製造出何等可怕嘅黑暗。由絕對孤獨嘅水泥盒子，到擠滿幾千人連死都無法倒下嘅獄場牢房，再到專門殘害女性尊嚴嘅邪惡之地，呢啲高牆背後嘅血同淚，係世界歷史上最沉重，亦係最唔應該被忘記嘅悲劇。